我哋剛剛推出咗一個結合咗 AI 人工智能應用、環球財富管理同埋國際創業學呢三個專業一齊嘅碩士課程。我哋呢個課程名稱就係環球 AI 創新與資本戰略碩士課程，係一個在線嘅1年制課程。而佢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你仲可以申請補貼添，而最高嘅補貼之後呢，學員係只需要繳交學費$4300嘅啫。所以呢2個星期我哋確實收到好多嘅查詢。咁我會透過呢一條視頻呢，將大家關心嘅疑問都會喺呢度清清楚楚解答俾你哋。咁如果你哋已經了解過課程內容嘅話，可以直接跳到你想清楚、想關注嘅問題裏邊。我哋而家開始啦。呢個碩士課程究竟係讀啲咩？佢係一個非常講求實用同埋實戰性嘅碩士學歷課程，而且更加係全球第一個3地3證書嘅碩士學歷課程。佢嘅碩士學歷係由印尼歐洲大學 IEU 頒發嘅，而中國香港理財規劃與財務策劃師聯合學會係會頒發 CWMC 註冊財富管理顧問高級顧問級別證書，而中國嘅工信部教育與考試中心咧係會頒發 AI 應用工程師證書㗎。同其他免聯考 MBA 比有咩唔同？普通免聯考嘅 MBA， 我哋畢業嗰陣就會攞到1個證書啦。咁而我哋環球 AI 創新與資本戰略碩士課程最大區別就係我哋嘅畢業生咧，除咗可以同樣獲取到1個碩士學歷嘅證書之外咧，就更加會多咗1個CWMC 嘅高級顧問證書啦，同埋可以方便大家執業用嘅 AI 工程師嘅證書。咁咧，對於大家上崗啦，同埋對於大家轉型咧嘅幫助咧係非常之大嘅。邊啲人符合申請資格？第一，如果你係有本科學歷嘅，當然可以直接申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冇本科學歷嘅話，都可以透過你嘅工作經驗咧係去取替嘅。咁而至於我哋亦都唔需要申請人咧係去考雅思又或者托福㗎，因為我哋嘅課程咧係有56%係用人工智能教學模式。我哋亦都已經覆蓋咗粵語啦、普通話、英語同埋印尼話4種語言。讀完需要幾耐時間？整個學制咧係為期1年12個月嘅，每一個星期我哋會有4日嘅課程，而每日咧係2小時。但係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所有嘅課程都係可以設有回看嘅。需唔需要一次過俾晒全部學費？至於學費方面呢，當然啦，我哋亦都明白到現時嘅環球大環境，所以咧我哋除咗一次性付款咧，我哋亦都有非常彈性嘅3個月啦、6個月同埋12個月嘅分期付款添。呢門課嘅 AI 部分係邊個研發嘅？呢個課程嘅 AI 部分咧，編寫同埋教授都係直接由許松江教授係親自嚟教嘅，而許教授咧就係前新加坡國立大學嘅講師，亦都係現時咧聯合國全球人工智能嘅專家委員會嘅委員。咁而許教授更加咧喺佢自己創立嘅系統裏邊注入 AI 元素，由創辦公司到呢間公司喺主板上市只需要11個月。所以呢個課程對比其他課程最大區別就係呢一個課程嘅教授咧，全部都係實戰實打實做出嚟嘅，就絕非一般嘅理論課程。邊啲機構認可呢個學位？呢一個環球 AI 創新與資本戰略碩士課程咧，全球都承認嘅。可能你會問，咁中國大陸咧，學信網好似唔認喎。冇錯，因為佢唔係由中國大陸嘅大學頒發嘅一個學歷，所以咧學信網係唔承認㗎。咁而咧學員本身，如果你係在線冇出境嘅話，當然亦都唔可以去中流服嗰度申請認證啦。但係呢一個碩士學歷咧，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認嘅，包括中國香港同埋中國澳門。會唔會好難畢業？如果你問到呢一個碩士學歷會唔會好難通過，我只可以咁樣答你。我哋咧同其他全球嘅國際碩士學歷咧，其實都差唔多。首先，大家一定要上課啦，
咁而喺課堂上面有唔明白、唔清楚嘅地方，一定要多啲同教授去互動啦、溝通同埋提問。咁如果你係透過回看嘅話，有唔清楚、唔明白嘅地方，都可以去把你嘅問題咧係交俾客服，又或者助教，佢哋都係會耐心將你嘅問題轉交俾教授去回答。申請嘅手續會唔會好複雜？申請嘅手續同埋過程一啲都唔複雜，只需要進入網站去填寫申請表格。如果喺過程當中有任何嘅疑問咧，都可以問客服，會有專人咧去同你解答嘅。咁而所有嘅申請表格啦，收到之後咧，就會交由大學同埋教授咧去做一個審批。咁如果審批通過咗，大家亦都會收到一個錄取通知書。有冇獎學金？至於獎學金方面咧，如果你係屬於全日制在校嘅學生嘅話，最高嘅獎學金係學費嘅20%。咁如果你係申請在線嘅1年制嘅課程嘅話，最高嘅補貼金額咧就更加高達美金2萬元㗎。如果想更清楚嘅話咧，可以問客服又或者我哋嘅教學專員，佢哋都會幫你㗎。除咗呢個碩士課程，Borean 仲有冇其他㗎？當然有啦。Borean 咧除咗係環球 AI 創新與資本戰略碩士課程嘅呢一個提供俾金融又或者高管企業家嘅課程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北京大學嘅企業家傳承與領航人才高級研修班嘅證書課程。咁除咗2個課程之外，我哋亦都係中國香港理財規劃與財務策劃師聯合學會其中一個 CWMC 一個專業註冊系統嘅全球唯一指定運營商。點解會係 Borean 嚟做呢件事？如果你問我點解會有 Borean 呢間公司，其實 Borean 呢間公司2017年我哋已經喺中國成立㗎啦。咁到而家差唔多10年嘅時間啦。咁我係創始人啦。咁我本身自己咧係從事金融行業已經差唔多快40年嘅。咁而我過去嗰40年服務嘅群體都係以企業家為主，所以我會好清楚、好明白所有嘅企業家佢哋身處喺唔同嘅階段啦，由創業期啦、初創啦，到成熟啦，甚至到而家有好多係需要接班啦，點樣揾第2代啦，去傳承啦，都係我比較接觸得多嘅。咁而我嘅拍檔許教授咧，許教授就係人工智能呢個領域裏邊嘅殿堂級專家。咁佢亦都自己有一個系統啦，可以從創業到主板上市咧，係用11個月嘅時間。咁所以我覺得許教授喺 AI 方面嘅專業能力，同埋喺佢過去嘅成功經驗，再配合埋我過去嘅40年嘅經驗，咁我哋覺得Borean 咧係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企業家，亦都同時間可以培養更多優秀嘅金融從業人員。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成立 Borean 嘅初衷。非常多謝大家睇晒呢條視頻。如果大家再有任何嘅問題，歡迎問我哋嘅客服啦、教學專員，又或者直接問我，我都會咧將我知嘅、我懂嘅都會盡量去回答你。希望好快，我哋可以喺 Borean 嘅平台上面見到你。